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敢是大官府咧典威风人特权咧？这里是国安会秘书处的处长申请出国游览，面顶受甲核准，出国的时间是1月22到1月26。问题是前一天21号深夜，伊就要先来出关。 因为核准的时间也未到，所以这个电脑跳未过，查验的时阵互甲查落来，安尼未得哦，起掠讲，转伊转倒，伫现场甲警管人员安尼歹安尼嚷，啊，最后是安怎来收煞咧？竟然是移民署国境事务的大队长出面来协助，审理护照内底。 隔工1月22出境的囡仔，提早伫21号暗时11点外，互伊顺利来出境。这表示因双方面拢知法犯法咯，一声恐惊真歹背回咯。 这不是耍特权，什么才是耍特权？时代力量记者会讲到，有国安高站伫过年时出国去佚佗，伫核准日期前后逃走出去，甲基站的人员发生冲突。其实用16个字就可以来做总结，那就是知法犯法、大耍光威、偷跑出国，这是禁管的破口。 立委讲的，就是国安会秘书处的处长申请1月22到26出国去佚佗，主管有同意，要坐0点15分起飞班机去马来西亚，必须伫进行1天21半暝先出关，因为核准的时间也未到，查验的时被挡落来，竟然就情绪失控，对现场的人员大细声，佮转伊转倒，真拄好。 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长都顺势通过，随出面加斗3工。伫护照转一个1月22出境的囡仔，伫2暗时11点40分提早放行。反腐现场人员过长工才个补资料。保卫国家安全的国安单位，一个保障国民的移民署，这2个单位。 双双知法犯法。如果不是位高权重的国安高层，他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，在当场拍桌，在当场施压，就可以来让系统通不过的这样子的出入境就能够出境，然后顺利的搭上飞机吗？ 针对这件代志，总统府发出声明，表示讲，这个人出入境拢依照伊申请的时间办理，要么因为沟通了不好，产生误会。国安会除了依照规定处理甲检讨以外，并且向着相关单位甲人员回示咧。国安高站的人员硬要出关，和民众的感觉无好，惊讲影响到执法人员的士气。主管单位伫第一时间就回示咧，希望讲这个风波莫阁扩大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